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搁加一个第40个确诊病患，是对泉州公主号转来的70多岁女性，仍在隔离检疫当中。武汉肺炎假消息传甲贵4家，若伫网络顶散布假消息，相当会当罚300万，判3年徒刑。台中一间便当店防怀疑拒绝送便当去营总病院，引起不满，业者会失礼，搁捐出100万。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武汉肺炎上新的疫情状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公布国内第40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进前伫日本公主号体检是阳性，住院治疗后回来的北部70多岁女性。另外，移动的病例数甲死亡病例是一直咧升悬。今仔日开始提升移动的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期警告，提醒民众若是无必要就唔通去。武汉肺炎病例数搁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搁公布一名确诊病例，是进前泉州公主号经过日本检验阳性，伫日本住院治疗了后已经好起来的北部70多岁女性。日落回来台湾，直接安排住院负压隔离备房采检，结果也是验出阳性，伫初一确诊。我们的采检之后，那有一例是阳性。因为它本身就从全部是全程介护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案例。那对我们现在目前的社会基本上也没有进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指挥中心表示，40日是1月20日自日本参加泉州公主号旅游，2月7日到日本，继续留伫船顶，15检验阳性，隔长天安排住院隔离治疗，25经过2摆采检阴性，日落转来坐飞机暂停挂水翁，座位前后2摆拢无安排其他旅客。转来了后，由救护车载3病医进行隔离采检。转来台湾到即马，包括入境检疫、病医相关医护人员等接触者，拢有完成防护装备，无需要采检。至过来发生头一个病院内团体感染武汉肺炎的事件，将要求全国各病院落实分层分流的管理计划。分流的部分主要就是按照病人的风险，那么包含住院的分流。就医的分流，那么至于分仓，依据他的这个服务工作的内容，那么划定一定的区域范围。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国内目前累计通报2192名，伫40个确诊个案中，1名死亡，12名解除隔离，其他个案继续住院。此外，依然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数甲死亡病例快速增加。指挥中心也宣布，自打起提升伊朗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民众无必要唔通前往，并且自3月7日反正起14天内有伊朗旅游史，无包括转记者入境了后，也要居家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这个对泉州公主号转来的确诊个案，伫日本经过头一遍阳性确诊，2遍采检阴性出院了后，坐飞机转来台湾，又搁测出阳性。最近伫日本甲香港拢捌发生类似的情形。专家表示，因为武汉肺炎的病毒会当伫人体活较久，建议爱改做采验3遍阴性，才会当解除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一个公布，之前为泉州公主号转来台湾的一名个案，伫转来台湾了后确诊武汉肺炎。疫情指挥中心指出，这名北部70多岁女性，要伫1月20日自日本坐泉州公主号旅游，2月15伫日本检出阳性，无出现呼吸道的症头。经过安排住院隔离了后，2月25经过2摆采检阴性，伫日落坐飞机转来，住入负压隔离病房。3月7日再度确诊，指挥中心也强调，这名个案转来到即马，拢有完善的隔离措施。到越后期，它的病毒量，身体里面的病毒量就越少，所以你就有时候就会采到阴性，那有时候又会采到阳性。采检的部位有时候有没有采得比较广泛一点，或者是范围小一点？疫情指挥中心召集人张尚顺解释，检验的范围部位拢有可能影响采检的结果。经过专家咨询小组建议，国内指挥中心会警戒以3采阴性为原则，才会让病人解除隔离。近期伫日本、香港也拢发生坐泉州公主号的乘客原本检测是阴性落船，后来佫确诊阳性的个案。像安尼，医师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存在伫人体时间较长，若讲采检加时间伤短，恐惊会影响检测结果。这个病毒存在我们人体的时间可能会比一般的病毒会比较长一些。
国内目前确诊的病例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中间每一次都至少要隔24小时以上，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做法。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各国的病毒基因序列陆续出现变化，目前国内针对病毒株分析也发现序列出现变化，后续发展也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79000例。带观众朋友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确诊的病例有79826人，死亡人数2870人。台湾今仔日阁增加一例，目前40例。香港是95例，日本本土242例。最严重的韩国是3736例，伊朗有593例，新加坡102例，泰国42例。伫欧美国家，意大利是真严重，已经有1128例。美国目前是69例，阁出现头一例死亡案例。另外，法国嘛增加到700例。武汉肺炎伫全球拓开，香港累积超过90例确诊。虽然 WHO 也是认为还未大流行，但是香港大学的医学院长表示，一个死亡个案的背后，可能代表100个人感染，其实已经算是大流行啊。香港国再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共同点拢甲北角活动有关系。一个71岁女性初步确诊，也伫病院治疗。截至即阵为止，已经有10位信徒甲5名家属去围剿案件。这也是香港各即阵上大规模的互相烧话情形。另外，香港也出现2个个案，捌做过泉州公主号，伫日本接受检测拢是阴性，不过转来香港做血清检测了后呈现阳性。血清嘅抗體嘅測試啦。咁就發現係有啲初步陽性嘅，一直都冇病徵嘅。咁喺日本都驗過佢係陰性嘅，血清嘅抗體嘅初步嘅係陽性啦。咁所以都係安排咗去瑪麗醫院嗰度接受進一步嘅調查同埋跟進嘅。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大約有50國有病例。香港大學醫學院長劉德偉指出，中國以外國家頭一波疫情即陣才拄開始，以技術上來看，疫情已經發展到全球大流行。喺唔同嘅國家咧，見到有死亡嘅個案。咁你見得到有死亡嘅個案咧，其實就已經係代表咗你可能每一個死亡嘅個案咧，你喺背後係已經有100個。劉德偉也講，中國國內頭一波疫情大體上受到控制，所以愛觀察復工復產了後的疫情發展情形。29號新增確診病例573例，其中湖北新增570例，同時累計治癒出院人數突破了4萬例。疫情發展到即陣，中國境內總計有將近8萬例確診，29今仔一天新增加573例，主要也是以烏北省為主。雖然最近的新增加確診的人數有小可降低，也已經有超過4萬人康復出院，不過傳出第一線醫護人員死亡消息。武漢市中心病院的甲狀腺連線外科主任江學慶在1月話到，經過全力搶救了後，3月初一過身，享年55歲。記者綜合報道。即擺來看國際疫情狀況，澳洲出現頭一個死亡的病例，南韓今仔日是一天就增加586例。當年成幾萬人參加的東京馬拉松，今仔日是縮小規模舉行，也閣有日本的小演協會是決定，春季的比賽無開放，予觀眾去現場看。世界6大馬最近甲疫情有關係嘅消息是傳甲無雜，刑事局昨就接到18件假信息的案件。甚至閣有傳講，李前總統因為武漢肺炎過身，台南市出現千外例等等一寡不實的信息，這寡信息大部分攏是由中國的網友發出來的。這條公文寫到國家安全局微博，指講李前總統感染武漢肺炎過身的消息已經封鎖，刑狀已經被外部接管。不過外部並唔是台灣公文用語，有民眾向刑事局檢舉。刑事局追查到假公文由面冊使用者張家樹等人散布，攏是中國的網友。經我們調查，證實這些都是一個假公文。那我們在此呼籲民眾不要在這個轉傳以免觸罰。武漢肺炎確診病例一直增加，假消息也哪濟。刑事局今仔拜6、日9，就接到18件不實疫情信息案件，其中12件是中國網友用假消息所為。
包括台南市有1843例武汉肺炎阳性案例，台中、屏东即马是人间尴尬。另外，针对国军也有真侪人感染武汉肺炎的假消息，国防部也慎重说明。国军官兵目前并没有出现任何确诊的个案，这些都是造假的谣言。我们也呼吁，请民众不要转传这些假消息，避免混淆社会视听。刑事局表示，要追查假消息的源头，中国网友难度悬，不过呼吁国内民众千万唔通转传，以免违法。因为根据顶礼拜才公布实施的相关特别条例，在网络打也是散布假消息，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并扣30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电通宵发电厂原本有6支大烟筒管，其中有4支是擦甲真水，是苗栗出名的地标。这几年来，因为设备换新，已经拆掉2支，第3支昨嘛已经放倒。天未暗，民众就带厝内底人到出海口伫等待，因为运作37年的台电通宵发电厂采挖大烟筒要拆掉，进前已陆续拆掉2座。民众把握最后机会，要记录最后一座烟筒拆除的珍贵的画面。我想要见证这个历史一刻。2月29暗时了后，120公尺悬的大烟筒倒来，弄到涂骹了后，唔若亲像地动同款，也真大声，民众是哪看哪发。有没有吓一跳？有。一撞到地上就是那个地震，地震，感觉震了一下，有感觉。台电通宵电厂讲，因应老旧机组太换，旧的123号机组陆续拆除，1号烟筒是使用切割的工法。2号甲即摆拆除的3号烟筒采用错球的原理放互倒，不过因为顶摆拆除进前有少数当地民众无接到通知，所后做到抗议，即摆的事前通知就真细腻。这次就正式的发公文，还有公告，然后我们这邻近的请我们的那个里长逐家逐户都发公告给他们，这样子可以看到。通宵发电厂表示，厂内原来有6支大烟筒，其中有4支是采挖烟筒，是通宵真有名的地标。早年更加是走私偷渡客登陆中部的指标。即阵拆除交予新的燃气机组，虽然新的烟筒未搁再采挖，不过对空气污染会有明显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今麦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民主党将举行南卡罗来纳州总统提名的初选。副总统拜登、前副总统拜登摕到250成的票，总算是赢头一场，嘛要伫后日14州做伙登场的初选大战，甲声势领先的桑德斯拼关家。做过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奥巴马2年副手的拜登，即摆伫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得到真侪非裔选民的支持，总算摕到关键第1胜。伫这进前，拜登伫爱荷华州初选排第4。新罕布夏州第5，内华达州第2，声势一直拢抓袂起来。南卡州的胜利，互伊免伫提早出局。Just days ago, the press and the pundits had declared this candidacy dead. Now, thanks to all of you, the hear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e just won and we've won big because of you. And we are very much alive. 77岁拜登重回领先阵营，伫后礼拜全国14州共伫登场，关系民主党1/3选举人票的超级败绩，高度去希望。前3场初选领先的桑德斯甲布塔主吉伫南卡分别是排伫第2、第3。There are a lot of states in this country, nobody wins them all. I want to congratulate Joe Biden on his victory tonight. 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桑德斯，进前已经摕到2州的初选，伫初3超级败绩的大票仓加州甲德州，也阁有另外7个州，民调也拢是领先，是目前上有希望赢得提名的领先人物。不过社会主义标签不利全国性的选举，真侪民主党人寄望布塔主义等温和派会当出台。拜登复活了后，温和派阵营的内部情势更较复杂。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间连锁便当店，互人怀疑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拒绝台中营总的外送订单。医护人员认为这是歧视，嘛引起民众的不满。伫网络顶叫人莫去买便当，业者有出面回失的，而且捐100万予防疫指挥中心。
台中营总急诊室门口，医护人员详细做好检疫的工作。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大，第一线防疫人员都唔敢马虎。不过，即马所传出台中营总急诊订便当店煞无完以上的状况，礼拜便当业者出面来道歉。针对这次就是店长，我们就把它降为一般的职员，然后并调离原单位这样子，因为是属于个人的行为这样。店长可能或许担心到我们的承包商的外送人员。跟他做一个回复，就是说最近疫情比较严重这样子。根据台中营总护理人员伫咧网络的发言，当讲订便当了后，有向便当店说明，会使伫咧院外指定的地点来领，但是嘛是去用拒绝。连锁便当店的业者解说，该分店的店长第一时间并无向总公司来反映相关的问题，就家己做出拒绝外送的决定，对于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感觉相当的抱歉。外送的医院基本上我们都会送到医院的单位上。对，那这次的疫情我是有了解说，有些医院都会指定的地点，我们就送到指定的地点，跟他们交收便当这样子。便当业者表示，以往外送便当到病院，拢会直接送到指定的楼层甲单位。不过，即马伫咧防疫的期间，为了降低外送员的感染风险，刚来会使送到医院。对于即届外送风波，会搁加强员工的教育，避免搁再发生同款的状况。记者台中综合报道。高雄鸟青泽光新圳顶楼，从下晡开始出现大片的重油。环保局对查发现是一间制药厂油槽破去，10吨的重油流到规世界。意外发生了后，业者煞无通报，环保署会依法开发。大批人员伫泽光新圳交接的所在，赶紧用气雾棉清掉重油，要避免这油继续摊开流入灌溉水道。污染这水源的油，你看开规个水就拢是。水都拢油，排一工后，这偌严重啊！这影响生态都严重。油污来源是鸟青区一间制药厂。29号下晡，附近的民众陆续闻到泽光新圳顶面传出真高的油味，甚至水面出现大片的污染。通报环保局追查，查到药厂把重油和油泥透过厂内污水沟往外排。这家的一个制药厂，它在做一个重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工程，油桶的一个工程。那不小心那个重油把它做了一个破裂，然后结果这些重油就顺着他们的一个雨水沟往这个凤山这个曹公新郡这边来排。油槽伫29号下早破去，10吨的重油往外流，业者无通报，处理的过程嘛小慢，造成油污摊开6公里。环保局赶紧通知农田水利会，把水门关起来。因为它这个整个有污染到这个灌溉渠道，那我们通知农田水利会进行相关的一个闸门的一个关闭，避免影响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生长。要求业者透明清掉油污，会知影环保局嘛派人到现场看进度，等待检验报告出来，要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的当罚600万。记者李壮、苗昭关高雄报道。为着防范疫情，毋若喙安歹买，亚运站嘛大欠货。台中沙鹿就有里长做亚运检测卡免费发给里民，不过医生是表示，检测卡放着的温度甲亚运站放出来嘛是有差。人排甲真长来到里长办公室前，全拢是为了这张卡片来。卡片顶小小的显示感应条，提到民众是大伫遐头感应。当然是这较方便啊，倒就会使用的啊，厝外嘛倒会方便啊。莫想过偌，想过少讲较得迄个边。哦，所以你家己会紧张吗？哦，咱是袂紧张的。哦，厝内底人买牛。当买规家遐人买牛。甲名片同款大细卡片搭伫遐头5到10秒，都会显示温度。台中沙鹿区美人里长陈建良也听到民众反映，最近毋若虽然买袂到，连豆浆也真歹买到。伊家己提钱，请人制作2000多张的社温检测卡。表面虽然只有3个温度，里长讲要互民众快速知影敢是有发烧。额温枪其实你如果多的小数点没有意义，因为你发烧就是发烧了所以就只有3个刻度，然后简单，然后也方便。实测准确度，检测卡搭伫里长的下头显示的是36度，刷落来用度针各量一摆，显示的是36.3，误差范围大约是0.5度。专业技术指出，虽然艺术真好，也毋过这会当做参考。额温枪的原理跟我们温枪的原理都是测那个里面的血管的温度，那血管的温度才是比较符合是体温，但是那个叫做皮肤表面温度。医师表示，卡片测到的只算是体表温度，甲额温枪测到方式无同。
而温江可会受到外在环境影响，温度也比耳孔的温度更加低。建议无管用任何方式，若讲体温超过37度5，也是有发烧的症头，拢爱赶紧就医，接受专业医师的诊断。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民众改去室外活动。家己的黄花风铃木大开的景点，就请真侪民众去看花。另外，高雄有名饼店防疫期间有加传真侪餐具要互民众用，但是生意嘛是有受到影响。黄花风铃木提前盛开，家己太保的埔子溪丰新道路边仔，1公里长的黄金林道，5年了后，美景阁出现爱念名的人出动空袭机记录，阁来到北江溪边的嘉义市军飞桥。黄花风铃木同款是水当当，连假最后一天，吸引各地民众前来。其实有做好正确防护措施，有洗手，吃饭前洗手，然后不要随便碰眼睛、嘴巴那些，其实就不太会感染。所以说到郊外 OK 啊，嘿，就尽量不要到室内去。受到疫情影响，出去佚佗民众减少到室内空间，甲其他人近距离接触，拢转往户外景点。伫高雄，民众坐前往基顶的渡轮，也拢挂嘴暗，就船前爱先量体温。出去佚佗，想要食在地美食，家族朋友一大阵，选择高雄知名的大碗饼品。防疫期间，店家拢准备餐具，鼓励个人食个人的。小碗、马公那个汤匙啦，那他们会自己分装。虽然洗完有洗干净，可是放在那边，如果大家都共用的话，也是就准备卫生汤匙会比较安全一点。店家强调做好卫生安全，希望消费者放心。不过，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生理也是受到三城话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上班日，北部甲东半部会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会落地渐雨，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好天。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5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外岛地区是12度到22度。接落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的最后，带恁来白俄罗斯看迎接春天的活动。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